最近特朗普同 Elon Musk 嘅一個罵戰啦，都令到 Tesla 股價都出現下跌啦。咁好多人都好想知道啦，Tesla 到底幾時可以撈得啦？或者有啲朋友可能係 Tesla 嘅長期股東啦，都好擔心到底 Tesla 跌完未呢？咁所以今日咧都想同大家去做一個全面少少嘅分析啦，同埋咧亦都會分析下啦，我哋認為乜嘢價位咧係值博啊？OK，咁同埋咧亦都會同大家分享下啦一啲高確定性賺取回報嘅方法啦。所以如果大家咧都希望了解以上嘅內容咧，呢條片咧記得一定要睇到最後啦。咁喺 Tesla 大跌之前啦，咁其實我哋自己都有操作 Tesla 呢間公司，咁當時咧就喺220天線開始買入啦，咁跟住咧回到10天線嘅時候再度加注啦，然之後咧其實 Tesla 繼續上升，咁但係咧我哋見到咧佢有兩個雙頂嘅出現啦，OK，咁所以咧其實呢個位置亦都係開始去到減倉啦，咁我哋減倉嘅價位咧大概喺360啊，咁當時亦都有喺學員群組啦做一啲教學嘅分享啦，咁其實都間接都令到好多學員朋友咧避開咗呢波嘅跌浪啦。咁其實每一日啦，我都會喺群組裏面咧同師兄師姐咧做一啲技術嘅交流同埋分享啦。咁其實過去一段時間都令到好多朋友仔都建立到自己嘅投資系統啊，都揾咗好多個機會咧去到賺錢啦。咁其實呢啲都係我哋好多師兄師姐做到嘅成績同埋效果啦。咁所以如果大家咧都希望啦，短時間之內掌握一套啦，可以幫到你穩定獲利嘅技巧同埋方法嘅話咧，嚟緊我哋都有2場免費嘅分享會咧，係邀請翻大家參加嘅。咁最快咧喺今日啦，同埋聽日咧都會一場期權嘅免費分享會啊。咁呢個分享會咧就會同大家講下啲高確定性嘅收租策略啦，點樣用期權呢個方法做到奪本小利大等等嘅。有興趣嘅朋友咧都可以掃翻呢個 QR code 報名啦。除此之外咧，如果大家希望啦學習價值投資，揾到一啲倍升嘅股票嘅話咧，我都有另外一場嘅倍升股嘅一個課程啦。OK，希望幫到大家咧透過倍升股咧，令到你嘅財務咧係大幅增值啊。OK，同埋咧亦都會講下啲左右側交易嘅策略啦。同埋點樣可以有系統去到做買賣啦，同埋點樣建立戰勝99% 散戶嘅贏家心法啊！咁所以如果大家都唔想錯過以上嘅內容嘅話咧，記得可以掃翻上面嘅 QR code 啦，或者喺 description box 下面2條 link 啦，click 翻可以報翻名啦。希望到時見到大家啦。最近咧，特朗普嘅稅改法案啦，都推動到一系列同 Elon Musk 嘅罵戰啦。咁原本咧都由一個口水戰啦，慢慢咧就升級到有機會咧，特朗普就會終止對於 Tesla 嘅補貼啦，同埋一系列嘅合同啊。OK，咁所以咧就引發市場一啲恐慌性嘅拋售啦，股價咧係足足最大係跌咗14.26% 嘅。OK，咁由於啦 Elon Musk 同埋 Tesla 嘅關係變差啦，咁所以咧好多人擔心咧 Tesla 會唔會未來嘅監管環境咧都係變差，都會升級啊。咁所以咧近期咧嗰個政治風險係顯著提升啊！咁嚟緊一段時間咧，其實佢哋會唔會繼續去到有更加多嘅罵戰，甚至乎行動上嘅升級咧，仍然都係未知之數啊！咁所以咧呢個咧都係最近啦，我哋都見到嘅一個非常之大嘅風險啦。咁同時間啦，我哋亦都見到啦，其實 Tesla 咧過去上2季咧，佢嘅賣車業務咧都係差過預期，因為而家 Tesla 主要盈利嘅業務咧只係賣車業務啦，咁其他業務都係未盈利嘅。嚟緊呢一季咧，其實佢賣車業務咧個競爭都係非常激烈嘅，特別喺中國市場啦，例如比亞迪啊、小米啊都出咗啲新車同埋大幅減價，咁所以我哋相信咧 Tesla 嘅賣車業務咧，亦都未必會有太大嘅驚喜啊。咁而啦，其實喺呢啲咁壞嘅消息之下啦，Tesla 嘅股價短期之內咧，都我諗比較難有一個大幅嘅上升啦。OK，咁正正就係呢啲回調嘅 moment 啦，其實先會俾到一啲絕佳嘅買入機會俾我哋。因為如果股價一路向上升嘅話咧，其實係好難去用一個平嘅價錢買到股票啊。OK，咁所以咧，如果係一啲好嘅公司嘅話咧，一定係喺啲壞嘅消息出嚟嘅時候係開始買入嘅。咁而我哋可以回顧翻啦。每一次 Tesla 經歷大跌之後咧，1年之後咧個股價咧出現咗一個唔同幅度嘅大幅上升啊。OK，所以咧其實大跌咧正正就係提供咗一個低風險嘅入場機會俾我哋啦。咁而關鍵啦就係我哋點樣去捉到一個大跌嘅叫一個低位啊。咁所以陣間我哋會同大家去到分析下㗎。
咁而 Tesla 咧，其實呢間公司最關鍵，我哋睇緊乜嘢業務咧？咁首先咧，講下佢 FSD 業務啦。咁主要咧都係受到一啲國家嘅一啲監管啦，譬如中國啦，其實佢過去都喺上海、北京啊等等城市測試嘅，表現都優異嘅。但係咧，都要係等一啲中國嘅工信部啦去到審批啦。咁而歐洲方面啦，亦都喺德國批准咗 FSD 測試嘅。2025年嘅一個9月咧就可以實現商用啦。OK，咁亦都係啦，要受到一啲外國嘅監管機構咧去批准啊，先可以真係去到落行嘅。咁而啦喺短期催化劑裏面啦，咁我哋都知道啦，6月12號啦，其實咧就係 Robotaxi 咧係即將喺奧斯丁嗰度試行啦。OK，咁會有10架車咧就會喺奧斯丁試行啊。咁如果真係成功咗嘅話咧，就會推進去全美國嘅。OK，咁所以咧呢一兩樣嘢咧都係短期之內咧係有機會令到 Tesla 股價回升嘅一個催化劑啊。咁所以我哋都唔可以忽視嘅。咁而啦，我哋睇翻 Tesla 嘅估值方面啦，咁其實 Tesla 呢一刻嚟講咧，佢個估值咧都係比較虛嘅，因為咧好大程度嘅估值咧都係反映緊佢未盈利嘅業務啦。咁所以咧，咁譬如 Elon Musk 同特朗普鬧交咧，都可以喐到股價10幾個%，就係咁嘅原因啦。咁我自己咧都係做咗一個估值嘅模型啊，根據咗唔同嘅一個情況啦，包括係一個中性嘅情況啦、牛市嘅情況啦，同埋熊市嘅情況。OK，咁 Tesla 咧其實最差嘅情況咧個股價咧都可以去跌到189嘅。OK，咁中性嘅話咧大概306啦。咁如果樂觀嘅話咧去到465。咁所以咧，如果喺最差嘅情況之下咧 Tesla 嘅股價咧係有機會咧係跌到189蚊咧，係一個相對我哋覺得係比較安全嘅一個支持位嚟嘅。OK，呢個價位咧其實就係一個熊市極端嘅情況之下會出現嘅一個估值啦。OK， 好啦，咁而技術分析方面啦，我哋見到咧 Tesla 都出現一波嘅大跌幅、大成交啦。咁喺220天線上面都頂住咗嘅。OK，咁如果咧一旦咧呢度咧呢個220天線嘅價位啦，同埋呢個平台位咧呢下跌穿嘅話咧，我哋相信 Tesla 咧將會面臨一個比較大幅度嘅回調後嘅，亦都係有機會啦去到一個相對平嘅價。咁我哋比較關鍵嘅支持位咧，有機會最極端係去到240蚊、41蚊呢個價位左右嘅。OK，咁亦都呢個價位咧，亦都接近我哋一個估值上咧一個 bear case 嘅價位啦，一個熊市嘅極端估值嘅價位。咁所以咧呢個位置咧有機會咧就係我哋可以用做一個中長線階段性去到分注買入嘅價位啦。OK，呢個價位有機會我哋會睇嘅。咁當然啦，你要入呢間公司啦，你都要有一啲策略性嘅思考嘅。你要知道啦 Tesla 呢間公司其實係一間即係比較多未盈利嘅業務啦，亦都係比較虛幻啲嘅公司，因為大家見到啦，其實佢如果真係計盈利嘅業務咧，個駕駛業務正常嘅情況值係55蚊嘅啫，咁 Energy 都值44蚊嘅。OK，咁其他都係未盈利嘅業務，咁所以咧其實估值上咧其實都有一啲嘅水分喺度嘅。如果真係Robotaxi 或者 FSD 啦，真係有一啲問題出現嘅話咧，嗰個股價波幅咧都會相當之大嘅。咁所以大家要留意呢樣嘢啦。咁同埋咧，亦都係啦，要留意翻啦，你落嘅注碼啦。你係咪真係承擔到嗰個風險 ？OK， 最壞嘅打算係點樣？咁呢個咧，大家要去自己諗啦，因為每個人嘅倉位都唔同啊。OK， 同埋咧，你做嘅時候咧，你嘅離場機制係點樣咧 ？OK， 幾時去止損咧？呢啲都要諗啊。OK， 咁跟住落嚟啦，都會想同大家咧講下一啲期權嘅策略啊。因為如果你係可以喺呢波 Tesla 嘅回調裡面啦，其實捕捉到一啲機會係去到做策略嘅話，你一年嘅收租嘅回報咧係可以安全咁樣獲得30厘至到80厘以上都有機會做到嘅。OK， 咁所以咧，如果你想學到呢個方法嘅話咧，呢一 part 咧記得要睇到最後啦。咁而我嚟緊分享嘅策略咧係一個教學嘅分享啦，而唔係即刻叫大家去到做啊。咁所以咧，我哋亦都未見到 Tesla 有一啲明確嘅見底信號。OK，咁所以咧，大家係要去到睇時機去到做嘅。OK，咁但係我會用翻近期嘅例子去到做一啲分享啦。OK，咁首先咧，我哋講下 Tesla 嘅一個波動率先啦。咁最近咧 Tesla 大幅下跌，一日跌咗14%啦。其實嗰個引伸波幅啊就會大幅上升。乜嘢引伸波幅咧？就係預期啦，股價嚟緊會出現波動嘅機會率就會大幅上升啊。OK，咁而引伸波幅大幅上升有乜嘢好處咧？對於我哋操作期權有咩
咩好處咧？咁就係如果我哋係做期權嘅賣方啦，做 sell side 啦，OK，其實咧你就有機會賺到期權波幅收縮呢嚿錢啦，OK，咁所以咧我哋咧如果股價真係見底嘅情況之下啦，我哋咧就有機會咧去做一啲short side 嘅一啲情況 ，OK， 舉個例啦，譬如啦，我哋攞翻最近嘅例子去講啦。咁最近我哋見到 Tesla 喺跌到14% 嗰日咧，其實啱啱係跌到220天線嘅。咁我引伸波幅咧，亦都係由低位上升到差唔多去到大概20呢個價位啊。OK，咁引伸波幅嘅話咧，係去到90幾嘅，即係平時可能都係40-50嘅，佢係去到90嘅。咁反映緊咧，其實個權金咧個升幅係極快，而且係極高啊。咁所以當時咧，如果係去做一張嘅220蚊行使價嘅 short put 啦，講緊係35日之後到期 short put， 即係話我係賣出呢一張期權 ，OK， 我係收權金，呢600幾蚊係可以收嘅。咁如果用年息計嘅話咧，年利率咧係足足有32%，即係話咧，只要35日之內咧，股價係跌唔穿220蚊咧，你就可以收到32% 嘅息 ，OK。咁當然而家係講係300蚊做，講緊290幾蚊做呢個價就收到32% 嘅息啦。咁而咧當日咧，如果真係做到嘅話咧，大家就會覺得話要等1個月先收到，其實唔係啊，其實你可以中間賣出去嘅。咁我哋可以睇翻第二日呢張期權嘅變化啦。咁呢張期權咧就由6個8毫4啦，就變到3個7毫3，足足係貶值咗45% 啊 ，OK。咁所以咧，其實你已經咧喺短時間之內咧係收咗一半嘅權金啦，接近一半嘅權金啊，OK。咁所以咧，其實你賣出去嘅時候咧，就已經係可以獲利啦，唔需要等到期先慢慢收晒啲息嘅 ，OK。但係如果你而家呢刻做嘅話咧，第二日做嘅話咧，因為咧個期權咧，大家見到啦，嗰個波動率係下降啦，咁所以當日做嘅話咧，其實佢收到嘅年利率咧就即刻相對前一日咧係減半嘅 ，OK。原本收32厘息，咁而家係收到18厘息嘅 ，OK。咁所以咧，其實咧我哋就可以透過呢個方法咧，透過 short put 呢個策略咧，可以令到你賺到一個波動率嘅錢啊 ，OK。咁呢個咧，如果年息計嘅話咧，如果係好嘅時機做嘅話咧，足足係可以去到32厘嘅息。咁我講緊係一個遠價期權，講緊係290幾蚊做220蚊嘅行使價嘅期權喎 ，OK。咁而啦，我哋做一啲 at the money 又點睇啊？喺啲極高波動做一啲 at the money 可以收到幾多息啊 ？OK， 咁呢個 at the money 嘅情況咧仲誇張。咁我哋攞翻啦，亦都係當時股價係296蚊啦。OK，290蚊大跌嗰日做啦，咁都係做35日280蚊行權價嘅期權。OK， 呢個係貼價，因為當時股價都係跌到呢個280幾蚊。咁亦都係啦，引伸波幅去到70幾嘅，因為呢一張咧就比較係一個我哋叫做 at the money 嘅期權啦。咁亦都係。個引伸波幅都係特別高啊，咁所以咧呢個時候咧，你用35日咧，因為係貼價期權啦，所以咧嗰個權金咧亦都係相對嚟講係比較高啊。OK，咁所以咧，如果計翻嗰個你入貨嘅價280蚊嘅行使價咧，其實你係講緊收等8厘幾息嘅。8厘幾息嘅，咁如果計翻每一年嘅話咧，其實個年利率咧足足就有87%，OK， 即係話35日之內咧，如果股價咧係跌唔穿呢個280蚊嘅話咧，咁你就收到87嘅息。如果跌穿嘅話咧，當然你要用280蚊乘翻100股去到買入 Tesla 呢間公司嘅股票啦。OK， 係啦，咁所以咧呢一個咧就係一個。如果做 at the money 嘅情況 ，OK， 咁當然唔係叫大家依家即刻做呢一張。雖然見到87厘啦，咁但係我哋頭先分析咗股價係未有機會見底嘅，即係未確認見底，而且而家估值仍然都係貴，技術分析未係最平嘅位 ，OK。所以最理想嘅階段咧，就係跌到我哋頭先嗰個價位做咧，其實有機會咧，如果個波動夠大嘅話咧，你一年就可以收到咁嘅息。OK，所以同時間你亦都買到技術面嘅低位，亦都係估值面嘅低位。OK， 亦都喺期權裏面咧可以賺到一個
權金嘅升幅。OK， 咁所以咧呢一個咧就係我哋用期權去到獲利嘅方法啦。咁頭先咧我哋就同大家講咗一個單頭 short put 嘅策略。咁單頭 short put 嘅唔好處咧，你就個本金要比較大啦，即係你有機會要接100股嘅股票。咁所以咧你起碼譬如呢度啦，你都要28,000蚊嘅美金先可以做到啊。咁而啦，我跟住落嚟啦，做一啲可能本金比較細同埋低風險嘅策略。如果股價真係大幅下跌嘅話咧，亦都有防守性嘅一個策略咧，我哋都會同大家簡單咁介紹啊。咁樣就叫 put credit spread 啦。OK， 咁同一樣嘢啦，都講多最後一次啦。咁以下嘅策略咧，都係一個策略分享啦，唔係叫大家即刻做，係要見到一個見底信號先去做嘅。OK， 咁乜嘢係 put credit spread 咧？咁其實咧就係基於一個 short put 嘅組合裡面啦，即係頭先我哋開單頭 short put 咧，再加多張 long put 落去。OK， 咁譬如我哋開285蚊嘅一個 short put 啦，OK， 賣出一張 put 啦，再開多一張275蚊嘅一個價位。OK， 咁啊中間咧你見到咧285同275咧係有10蚊嘅差價。咁啊呢一個咧都係收權金嘅策略，即係話你收翻嚟嘅權金咧係多過俾出去權金嘅。OK， 係收權金嘅策略嚟嘅。OK， 咁所以你係有錢賺嘅。咁呢個係收權金嘅策略啦，即係話咧其實係到期嘅時候咧，股價唔升唔跌嘅話咧，其實咧你都會賺到嗰個權金最大嘅盈利咧。其實我哋用嗰個組合期權嗰個計算機咧都計到㗎啦，最大盈利咧就係488蚊。OK， 咁而因為咧嗱你收嘅權金咧係488啦，咁而扣翻中間嘅差價，OK， 即係10蚊嘅差價，咁所以咧中間你可以有機會最大嘅損失咧就係512，即係話如果股價係跌穿275或以下嘅話咧，咁你最大損失都係512。OK， 咁你可能會覺得哇 Keep Sir 呢個賺賠比唔係好值喎，賺嗰個盈利少過輸嘅喎。OK， 即係賺係賺得少，輸係輸得多嘅喎。咁其實大家可以諗下，大家買六合彩係咪都係即係賺嘅係多，輸嘅少啦？即係你輸最多可能買20蚊嘅，輸20蚊，但係贏嘅可以贏過億嘅。OK， 咁呢個都係好高嘅賺賠比啊嘛。咁但係我哋要嘅係勝率咯。OK， 即係勝率嘅意思就係話，如果你可以喺一個相對低嘅價錢，OK， 一個支持位度買，譬如我哋頭先參考價錢啦，220蚊嘅。OK， 咁只要個股價喺1個月之內有一刻係高過即係220蚊嘅，其實你都有機會獲利嘅喎。OK， 咁所以呢一個咧就係我哋真係做期權策略咧，長線穩定獲利咧要做到嘅一個效果咯。OK， 咁所以不斷重複做，揾到呢啲機會做咧，其實就有機會實現到長線獲利嘅。所以啦，嗱，如果大家咧都有興趣咧，跟住我去到慢慢學落去啦，咁其實我哋嚟緊會有一個免費嘅期權分享會啦，會更加詳細咁講下嗰個策略上係點樣做啦，包括除咗我哋頭先講嘅高確定性嘅一個回報策略之外啦，我哋亦都會有一啲短線少少嘅，有機會賺到100% 單日內做到嘅回報嘅策略啦，同埋啲波段交易嘅策略都會講嘅。OK， 咁同埋咧，亦都會講下成套嘅期權嘅財務自由系統點做啦，賺到錢之後啲錢要點樣擺啊。OK，咁希望咧透過期權呢個工具咧，係幫大家咧實現到長期穩定獲利啊。咁而我哋過去啦，都即係每日我其實都喺群組裏面咧，同埋師兄師姐都有好多嘅分享啊。咁啊，都幫到唔少嘅學員朋友啦，都做到真係可以做到長勝將軍啊。咁呢啲都係其中一啲例子啦。OK， 好多都係佢哋自己發現嘅機會。咁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OK， 希望建立一套方法系統嘅話咧，記得呢個免費分享會咧都唔好錯過，都可以掃翻呢個 QR code 啦，或者喺 description box click 翻條 link 報翻名啦。好，咁今日咧我哋嘅分享去到呢度啦，我哋下次再見。